大家好，歡迎返嚟 Running Rex， 睇下呢幅圖先。想問下各位，你哋覺得喺跑步嗰陣，究竟係由邊一個位置先開始發力 ？A. 小腿同腳掌，因為要靠腳蹬地先可以向前。B. 大腿，因為要靠大髀將成個人推走。C. 臀部，因為好多教練都話跑步要用屁股。D. 唔係由任何一塊肌肉開始，而係由成個人嘅身體重心向前移動開始。當大家聽到 D，都會覺得好玄妙，重心又唔係肌肉，佢點樣發力？但今日我哋就要用工程學同生物力學解開一個最重要嘅跑步問題。其實跑步並唔係由任何一塊肌肉單獨發力，而係一條完整動力鏈喺正確時間自然接力。呢條動力鏈由身體重心向前移動開始，骨盤負責穩定平台，髖、膝、踝變成下肢槓桿，阿基里斯腱、足弓同其他肌腱負責儲存與回彈能量，最後再透過地面反作用力將你送去下一步。當成條鏈接得順，你會覺得跑步好似唔使用力咁，身體自然一路向前滾動。但如果其中一環唔協調，就算你大腿再粗、小腿再強、心肺再好，都會覺得每一步好似重新踩油門咁辛苦。今日呢一集會係整個跑步動力鏈系列嘅第一集。我唔會教大家即刻做咩動作，或者講邊一塊肌肉要點樣操等等。我想先俾大家有一張完整地圖，搞清楚一個最基本嘅問題：到底跑步經濟性係點樣？由重心、骨盤、槓桿同肌腱一步一步串聯出嚟。雖然呢個頻道經常講跑步經濟性，但唔係人人都真正明白佢意思。跑步經濟性唔單止純講你跑得快唔快，而係話喺同一個固定速度之下，你需要消耗幾多氧氣、幾多能量，先可以將成個人由 A 點帶去 B 點。世界田徑總會 World Athletics 喺中長跑生物力學教材入面指出，最簡單嘅跑步概念就係推動身體向前，同時令身體重心喺跑步循環中保持相對平穩。呢句說話聽落簡單，但其實已經講晒跑步經濟性嘅本質。意思即係話你要向前，但唔好浪費太多力量喺剎車、上下拋、左右搖，令每一步都重新加速。用工程學比喻，心肺就係引擎，肌肉係摩打，骨頭係槓桿，肌腱係彈簧，腳掌同地面接觸嘅位置就係輪胎同路面之間嘅力量交換點。一架車最慳油，唔係因為引擎不停谷到最大，而係因為佢少踩迫力、少搖晃、少轉彎，將已經產生嘅動能盡量保存。跑步都一樣，真正經濟嘅跑法唔係每一步發更多力，而係讓每一環只做自己最擅長嘅工作。意思係重心負責向前，骨盤負責穩定，關節槓桿負責傳力，肌腱負責回彈，地面反作用力就負責將能量回饋俾你。首先要講清楚，身體重心本身唔係肌肉，佢唔識得自己發力，所以嚴格嚟講，我哋唔應該話由重心發力，更準確嘅講法係由你控制身體重心持續向前移動而開始。根據牛頓第一定律，一個移動緊嘅物體會傾向保持原有運動狀態，除非有外力改變佢。當你由起步慢慢進入巡航節奏，你成個人已經有一股向前嘅動能。理想狀態下，之後每一步唔需要重新將自己由零推起，你只需要讓身體重心持續越過支撐腳，再由另一隻腳接住。你可以將自己想象成一個向前滾緊嘅輪胎，輪胎最慳力，因為佢嘅重心係持續向前滾動，輪子持續轉動，地面提供支撐。跑步雖然唔係真正嘅滾輪，但原理相當接近，即係話佢嘅重心同樣一直向前。分別係雙腳負責輪流接住同轉移呢股動能，所以跑步嘅第一環唔係蹬地，而係令重心向前移。當身體重心順利通過支撐腳，下一環即係骨盤就要開始工作。跑步時，你嘅骨盤就好似一個工程系統入面嘅中央平台，上面承托住軀幹同頭部，下面連接左右兩隻腳。每一步其實都係一隻腳支撐住幾乎整個身體重量，然後左右交替。因此，
骨盤嘅任務唔係製造速度，而係維持一個穩定嘅全力平台。當身體重心向前，經過支撐腳，骨盤需要令你上半身唔好側埋一邊，亦要避免力量喺左右旋轉時流失。只要平台穩定，來自軀幹嘅重量同慣性就可以有效咁傳入髖關節，再落去大腿、小腿同腳掌。你可以想象一部起重機，地基穩，吊臂先可以準確將貨物吊去指定方向。地基一搖，就算摩打再勁，都只會令起重機不停亂震同搖荷。跑步亦一樣，骨盤係動力鏈中間最重要嘅轉接點，佢嘅角色係俾身體維持足夠穩定，令到力量唔需要一邊向前，一邊又花費力氣去修正多餘位移。骨盤之後，力量會進入人體最精密嘅工程結構，亦即係我哋嘅髖關節、膝關節同踝關節。呢三個關節加上骨頭，就好似三支互相連接，但角度不斷變化嘅槓桿。喺工程學入面，槓桿由三部分組成，即係支點、力臂同施力位置。喺人體入面，關節就係支點，骨頭係槓桿嘅力臂，至於肌肉同肌腱則提供拉力。髖關節接近身體重心，主要負責控制大腿與骨盤之間嘅關係。膝關節就好似一個可調節嘅避震鉸鏈，幫你吸收同傳遞落地嘅力量。踝關節同足部則係最接近地面嘅傳力末端，將身體重量、肌肉張力同地面反作用力結合起來。世界田徑總會的短跑生物力學教材指出，外力只會在腳與地面接觸的支撐期產生，即係話真正力量交換發生喺每次短暫觸地嗰一刻。髖、膝、踝、槓桿要做嘅係喺呢個極短時間內，將落地衝擊、身體重心移動同關節張力協調起來。呢樣解釋咗點解跑步唔係單純靠小腿推地，小腿只係最後一環。如果上面重心未順利向前，骨盤未穩定，髖同膝未協調，再強嘅小腿都只會變成補位，最後提早疲勞。當力量傳到踝關節、足弓同亞基里斯腱，動力鏈就進入最後一段，就係彈性儲能與回彈。亞基里斯腱、足弓、韌帶同其他結締組織喺跑步落地時會受到拉伸，好似工程學上嘅彈簧一樣，暫時儲存部分機械能。當身體重心越過支撐腳，準備離地嗰刻，呢啲組織再將一部分能量釋放出來，從而幫助你踏出下一步。經典跑步模型將人體描述成彈簧質量系統，意思係上半身同骨盤可看作為集中質量，下肢就好似一條能夠壓縮與回彈嘅彈簧。研究指出，人類與其他動物喺平地跑步嗰陣，會喺每一步儲存並回收彈性位能，用以配合身體重心周期性上落嘅變化。不過，肌腱回彈亦並非免費永動機。研究顯示，肌腱可以儲能同回彈，但同時存在碰撞損失、組織耗散，同埋肌肉仍然必須持續產生力量去維持。所以跑得慳力唔係完全唔使用力，而係要聰明地識得將回彈工作交由肌腱處理，而唔係俾小腿來代工。講到呢度，成條動力鏈仲差，最後一個角色佢就係地面。根據牛頓第三定律，當你對地面施加力量，地面就會以相等而相反嘅力量回饋返俾你。呢個就係地面反作用力。跑步唔係你單方面推動自己，而係你同地面進行一連串極短暫嘅力量交換。當隻腳接觸地面，身體重心向前，經過支撐腳，並透過骨盤去維持穩定，加上下肢槓桿同肌腱彈簧系統協調運作之後，地面反作用力就會成為最後將你送入下一步嘅外部力量。呢股力量唔係由地面免費推你向前，而係你條動力鏈首先要喺適當嘅時機、啱嘅方向將力量傳遞落去，地面先至會回饋一個有用嘅反作用力俾你。下一集我哋會由成條鏈最容易俾人誤解嘅起點開始拆解，身體重心到底係啲乜？點解跑步唔係由抬腿開始？又點解好多人跑得越用力，反而越阻住自己向前？大家記得撳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跑友睇。
各位跑友，我哋下一集繼續拆解人體動力鏈，Keep running。